我哋就睇一睇住客點樣描述漏水狀況。得唔緊要嗱，譬如話你呢度裝修咗啦，幾時開始樓下有講話漏水嘅？大約就裝修完3個月已經有啦。3個月，即係啱啱裝修嘅就呢個。睇先。嗯。唔緊要，約莫得㗎啦，即係總之都係幾個月，貨仔佢就樓下就話俾你聽漏水啦。咁呢啲啊 ，OK。咁熱水爐喺邊個位置咧？OK。熱水爐掌管係淨係呢個廁所，廚房都有嘅。廚房即係呢個爐包埋廚房嗰個。好，廚房可唔可以俾我睇睇個位置？OK， 呢度熱水，有冇咪行出街先？第一條熱水管行出街嘅喎。OK， 好。紅外線顯影下，漏水無所遁形，確認漏水位置再進行工程，先可以真正解決漏水問題。漏水其實一個好繁複嘅問題，如果胡亂去做工程，睇唔到會解決到問題。所以如果要解決到漏水問題，首先應該揾漏水專業人士用唔同嘅儀器，確定好漏水問題先至定點做工程。如果唔係，只會浪費時間及金錢。K21 漏水檢查預約：WhatsApp 92185392。